收銀其實都幾簡單㗎，港澳地區智慧零售首選就係貨寶寶新零售港澳收銀系統，可以單店經營，都可以多間分店連鎖經營，仲可以一齊統一管理添，更加有 CRM 會員系統支持跨店消費啦。界面設計簡潔易用，用戶體驗一流，操作又簡單又直接。無論係銷售、收銀、會員折扣、付款結賬、列印單據，每個環節都經過精心簡化，更加易用，同時功能又強大。支持商品銷售、贈送、退貨，亦都支持取單、掛單、商品寄存等增值服務。都支持唔同包裝規格，基本單位、中包、大包裝3種規格自動計數。更加支持多個收款戶口組合收款，兼且支援港澳本地常用嘅收款方式。貨寶寶新零售港澳收銀系統適用於食品超市、服裝、化妝品等唔同行業，收銀快人一步，生意自然快人10步啦！記得俾個讚，收藏起嚟啊！留言區歡迎留言，立即升級你嘅收銀體驗啦！